咱三个来掀开圣经，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3章第1节到第17节。现代中文译本是95页，台语是67页。我要用现代台语译本汉语版来读。罗马皇帝提比留统治第15年。邦修比勒多做犹太总督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，伊的小弟腓力做以托利亚甲德拉科尼地方分封的王，路色列做阿比利尼分封的王，阿那甲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，上帝话临到撒加利亚的囝约翰。迄时，伊伫旷野，约翰就去约旦河一带，逐所在宣扬讲，着悔改领受洗礼，上帝就赦免恁的罪。照先知以赛亚的册记载，有写伫旷野的话，着为主准备道路，为着伊修直小路，一切山谷着屯予田。所有大山、小山，着卸予低；弯巧的路，着改予直；坎坷的路，着修予平。万民拢会看见上帝拯救。第7节，约翰甲来要领受洗礼遐个群众讲：恁这毒蛇，什么人经过恁闪避上帝特别发的受气，着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，恁毋通家己想讲亚伯拉罕是阮的祖先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当用这石头做子孙予亚伯拉罕。捕头已经看伫树头，所有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甲插起来，迄落火。众人问约翰：安尼，阮着做啥物？伊应讲。有2领3个，着分予无的；有食米的，嘛着安尼做。有一寡冒税嘛来要领受洗礼，伊问约翰：老师，阮着做啥物？伊甲因讲：规定的税金以外，毋通加收。有一寡军人嘛问伊：阮着做啥物？伊甲因讲：毋通甲人恐吓摕钱，嘛毋通甲人揩油，所领的薪水着满足。民众伫期待，大家心内想讲，约翰检测是基督的时，约翰对大家讲：我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特别来，我连甲伊头下大都袂堪得。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。伊的手提簸箕，要将麦埕拨清去，麦仔收入仓库，麦香就用袂花的火甲伊烧掉。圣经读到这个所在，咱下面信息是为主有备道路，为主有备道路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拄啊，咱所读的经文《路加福音》第3章第1节到17节的所在，可能咱想着讲，即个咱来运用咱的想象的气力来想者，那亲像一个假设的约翰开一个在室外的一个布道会、培灵会。即个培灵会对象大部分是这犹太人，这犹太人来到洗礼约翰的所在，伫遐。认罪悔改，因为伊听到约翰所讲的信息，伊就认为讲我要悔改，因为无着受到审判。但是呢，约翰提醒伊，爱真正悔改，对你内心的真正悔改，毋是表面的悔改。约翰互因爱对心内底悔改，你的行为爱完全来改变，不只是你嘴你讲我爱悔改。因为也洗礼约翰知影，洗礼约翰知影，因是即种的心内底无真正悔改，只是表面嘴讲要悔改。
毋知你今仔昨有读圣经无？有 QT 无？有灵修无？咱今仔所读的经文中间有一部分，嘛是引用先知以赛亚讲的预言。这预言中间就讲有一人伫喊话，这人就是亚瑟的约翰。约翰来，哪参照这预言中间讲到弥赛亚的来临？这位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，真做的救主要临到。以赛亚书40章第30到第50的所在，嘛讲到这人就是约翰。约翰哪参照主耶稣这救世主预言的开端，开始有一个人出现，约翰出现伫旷野大声地喊话。这个人嘛看到先知的预言开始了。拄开始，伊讲到爱为着主来避难道路。你知影，以前王来出巡的时，一定爱找人来修正这路。坐轿的人若是无稳，海来海去，也感觉无爽快。所以以早国王要出巡的时，爱将这路修好白。这无白所在，爱派人去整理。即摆总统嘛是共款。伊若要出去的时，就安怎有前导车，有人在控制这车红灯，可能真快速都经过。所以以前国王嘛是共款，国王出门的时，你得修正这土地，互伊真平坦，会当真好行。光桥的人嘛真好势来处理。但是呢，咱压制主耶稣这位君王的时，咱有批判心无？咱有准备主耶稣基督过来无？伫抬杠这时，咱有批判主耶稣，阮直接庆祝主，你为着阮出世。伫圣诞节，咱快乐来庆祝的时，咱要怎样为主来批判道路？头一项，毋是表面的悔改。人家阮医生，即个宣教师，伫过去有一个经验，伊伫这非洲西边的所在，伫去这孤儿院，去这孤儿院中间伊请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该做伙伫教会敬拜上帝基督徒。但是呢，这个基督徒有一个无好势的所在，伊看到水的，看到好的，就换一个某，连续换4个。这牧师听到真着惊，然后呢，真不幸。这人家阮医生邀请伊来做这工程，去这孤儿院的边的时，去这围墙的时，请伊的大囝来去。伊的大囝因为老爸做无好，所以心内底真艰苦，时常在啉酒。所以呢，做这个庄仔的做庄仔做7000个庄仔，7000个庄仔顶下用手得当治半，因为这暗木头水力无够，成分无够。所以呢，伊去这孤儿院时，伊感觉讲哇，真伤心艰苦。这牧师就甲这会友讲，安尼我要将你的会籍除掉，表示安怎？表示伊的设立证明书嘛爱听你。这做生意这个人，伊真艰苦，伊时常找这牧师讲，牧师啊，你毋知我的痛苦。牧师安怎讲？是啥物原因呢？伊讲，我是做生意的人，我时常去逐所在做生意。若拄到这车祸，拄到灾难，那我要死正前我会当用这证明书，凊彩一个牧师就会当甲我带我认罪悔改，我会当到天堂的所在。哇！这牧师听到讲，你为什么无爱即马就悔改？伊讲我所有这财产拢伫第4个某的骹手我若即摆悔改，我啥物钱拢无牧师讲，你还先悔改？伊讲，但是呢，我的财产拢会无去呢，伊就无愿意悔改。我毋知咱的性命是怎样，可能听到这种代志，咱的心内底真愤慨。找到这种人起厝，无好见证。这基督徒哪参像毋是真正的基督徒？伊只想要摕到入去天堂的证件尔。
生命是误会拉散的，无见证的生命。今日咱所读经文中间，洗礼约翰，洗礼约翰，呼吁这每一个犹太人、以色列百姓，讲恁着爱悔改。原底这种的洗礼是外邦人、无相信上帝人，入去这犹太教一个礼仪，就是爱洗礼。但是呢，搁一摆，约翰提醒因讲，你即摆洗礼，就是毋是入去犹太教的洗礼，是爱认罪悔改洗礼。你的洗礼表示恁过去认捌上帝，但是无活出一个敬拜上帝囝的款式。所以你应该爱悔改认罪伫上帝面前，哪亲像一个外邦人相信上帝同款，爱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约翰用水，上帝咧甲因洗礼，这水就洗因的罪过，洗清去。但是约翰看因的心内底无真正悔改，所以提醒因讲：莫掠做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莫掠做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会当得享上帝审判。换一句话来讲，那亲像即马咱的教会，伫落教会同款，你若细汉就幼儿洗，你是真做一基督徒吗？无一定啊。你有真正经历到认罪悔改的过程吗？犹太人的祈祷词的中间就讲：感谢上帝，我是犹太人；感谢上帝，我是查甫人。你知影？感谢上帝是犹太人，表示讲我毋是外邦人，我袂当，我就是会当得享上帝处罚，因为我是敬拜上帝人，我一定得到拯救。但是因无一定会悔改，所以约翰提醒讲：你要对神内底悔改。咱长老教会会友嘛是同款，毋是讲你的阿公阿嬷、你阿祖是基督徒，你就是基督徒；毋讲你的阿公阿嬷是长老、是牧师，你就是基督徒吗？毋是啊！你若无生命经历到这款的悔改转变，你无真正悔改。你要经历上帝信心引带，知影家己有罪、认罪悔改的这个过程。这第二项，悔改就是行为爱转变，结出生命的轨迹。约翰提醒这个人，提醒咱每一个人，那像就圣经所写，就用行为证明。路加福音第3章第8节头前讲，就用行为来证明恁有悔改。用行为来证明你有悔改。伫1901年到1944年，有一个真出名的报道家，伊只有活40几岁，但是伊伫全世界，甚至伫台湾、中国，拢伫传福音。伊叫宋尚杰博士，这是宋尚杰博士伫大场町教会开这个报道会的时，你知影古早开报道会的时，伊教会爱将礼拜堂的这窗仔拆掉，为什么呢？人伤济啊，所以对外口要看内底看无啊，所以将这礼拜堂的窗门拢拆掉，并且爱大声订便当。为什么爱订便当呢？因为你若中昼你无食饭，出去买物件，你转来就无位通好坐啊咧。所以教会爱大声订便当。订便当的时，这报道会人定真侪人来到这中间听这宋尚杰博士的报道会，真奇妙诶！伫报道会中间，报道会了后有真侪物件会放伫讲台，就是因偷摕别人的物件，伊摕来认罪悔改，将这物仔放伫讲台中间。有人食毒的，将这鸦片、甲这吸毒鸦片的这器具拢放伫讲台顶头；有人偷摕人的家具嘛摕来放。因的认罪悔改，毋是表面的悔改，是对内心的悔改，是有行动的悔改。咱才像路加福音第3章第8节中间，你就要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有悔改。这群人因听到福音，伊对神内的悔改。
因着将这头摕连只囡仔摕这别人的耍的物仔，这小皮球嘛摕来讲台顶头放。我讲一个例，另外一个所在，有一个真出名的报道家叫布永康牧师，伊伫布吉纳法索这所在来传福音的时，那参就这画面共款，这毋是布吉纳法索，因为报道会拢几啊千万人，甚至50万人、100万人信主，真奇妙！伫咧报道会中间，传主的福音，信心感动伊，因就认罪悔改。你知影因从什么光来礼拜堂的头前？冰箱呢？因真是迄个时阵真是惊偷摕冰箱啊！因从冰箱光来礼拜堂的头前，第一天报道会认罪悔改，第二天将这冰箱光来礼拜堂的头前放伫迄个所在。这表示啥？对打开始，我无去偷摕。欠别人物件爱还互别人，偷摕物仔爱还互别人啊！这才是真正悔改。真正悔改，就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一定悔改。伫我无悔过程中间嘛，拄着一寡人，伊摕枪支甲枪交牧师，牧师交互你。为什么？以前做歹囝，即摆信耶稣，认罪悔改。第四代基督徒讲牧师啊，我毋免倚靠这物件。你知影，你早做歹拄着冤仇人的时，遐物件有效无？爱保护家己呢。但是讲我愿意悔改，信心改变我愿意将这物件拢交出来。有一个少年人，因查甫的留真长的头毛啊。表示对这个社会抗议背离的老爸老母，所以啊，留真长的这头毛加掉，牧师交互你，因为我改变，我认罪悔改，伊用行为来证明伊的性命是悔改性命，伊用行为来证明伊性命会当改变，会当互上帝来使用。有当时咱做牧师的人，时常邀请别人爱去传福音，我嘛时常在讲道中间。邀请会友，咱真正来去好好传福音。但是有一项代志爱注意，就是爱先认罪悔改。有一个姊妹啊，就经讲道中间，伊爱听的，所以伊有一届来甲我讲：牧师啊，我不管啦，我就是照你讲的，爱好好传福音啦。拄开始我毋知意思的，我传福音有时爱受遮济。原来我才了解，透过会友。甲我讲，牧师你毋知啊？伊手人红晒的人咧，但伊去传福音有效果无？负面的效果啦。人是讲，像你安尼信耶稣，我按摩你扣去。伊的朋友真济，伊是做头家的人，诚做一个头家娘，但是咧，伊生命无改变。当伊咧传福音时，遮个人都想讲，咱的你信的耶稣基督是倒一款的救主啊？但是伊无认罪悔改，伊认罪只是我爱认罪，嘴咧讲，生命无改变。诚做基督徒，你有经历到生命改变吗？你生活顶头有改变吗？你做工课的所在有改变吗？婚姻的专家时常甲我讲，你爱诚做别人的祝福，你要结婚进前。未结婚时，你都要陪伴家己，诚做别人的祝福。我未结婚之前，我老爸就甲我讲：龙大，你结婚了，你袂当用即款口气甲你的太太讲话，你知无？我讲无。去健康检查的时，讲你太肥啊，爱减肥的时，你有改变无？有无？搁食无要紧啦，明仔载都减肥，逐工拢讲即句。你身体健康袂？袂啊！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的生命有改变无？咱会当甲上帝来使用无？拄仔咱所读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3章第10到14节所在，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做，无共款头路，这个人拢来问主耶稣：主耶稣啊，
我会当做甚物来表示？约翰啊，我会做甚物来表示我会认罪悔改？因遮即群人拢来问约翰啊，约翰啊，我会当做甚物表示我会悔改？约翰就回答因讲啥？你若有2领3个人分1领互别人，你有食物的人分互人食。你是毛税的人，你就袂当乌西啊！你的生活中间，你做什么款头路，时常是你的试探。做兵的人有遮官兵，以前罗马皇帝时代，罗马军人是真有官兵。伊若你去你的厝内底要摕啥物件，你袂当反抗。伊你买，就你买爱交互伊；伊要你的物件，你就爱交互伊。所以这军人虽然有摕这因需要的这资财，但是呢，约翰甲因讲，袂当摕太超过你的薪水。以外物件，这拢袂当摕。这就是一个性命转变。在咱咧各行各业的每一人来咱上班的时，你的上班就是你的呼召，你所做的工课就是你的呼召。你怎样做一个医生？你怎样卖这物件？这甲你的性命有关系啊！做一个老师，你是怎样在教册？清清菜菜教了，就转去厝的了。做一个医生，你怎样款待这个患者？这是真做你的试探甲试炼。有人讲哇，这医生真好，真有礼貌，真有贴心。哇，伊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有见证。这是跟咱的性命有关系，这是跟咱的呼召有关系。咱的生活中间，咱的工课，咱所做的一切好事，就是跟咱的性命有关系。你怎样款待你所做的工课？你怎样款待别人？这跟你的性命有关系。那悔改，就是你的行为要改变，结出信心的轨迹。伫这最近这 ISIS 这恐怖的事件中间，有一个基督教救援机构叫 CAN。CAN 这机构就专门帮助这群基督徒受难者。你知影，伫这伊斯兰国 ISIS， 伫难民营的所在，因真侪人就是这圣战士走去内面，准备要抬对抗因的人。伫难民营内底有真侪这 ISIS 的人，有一个人，伊不管是这回教徒。伊嘛是一个圣战士，伊到伫这难民营的所在，看到这群人，伊心内真着惊。伊讲：我本来是要来这个所在杀死这基督徒，我本来要杀死这对抗这 ISIS 的人。伊伫遐分享讲，伊看到这回教徒杀回教徒，伊斯兰的人杀伊斯兰的人，但是这群基督徒来到阮的中间，帮助阮这回教徒，帮助阮这伊斯兰的人。伊看了心内底真感动。伊讲：我要改变阮性命，来相信主耶稣。这是一个 CAN 一个主任史蒂夫伊所分享的见证。这人煞尾伊就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其他的圣战士要甲杀，要甲恐吓，伊拢毋惊。这就是性命的转变，这是真正的悔改啊！第三项，咱来学习约翰2人来传福音，领受信心，得到气力去传。咱来看第30个所在，约翰来到约旦河一带所在，来到约旦河迄个所在，传讲悔改洗礼，互罪得到赦免。和合本伊讲，罪得到赦免。罪得到赦免，路加是医生啊。伊罪得到赦免的意思，原来这字的意思讲，伊病得到好啊，病得到好的意思。罪得到赦免，咱亲像病得到好同款。一个人犯罪，咱亲像离开上帝，敢若破病同款。性命改变，身体健康，是认罪悔改。敬拜上帝，
转去主耶稣的面前，对到上帝面前。所以路加福音，路加这医生伊用罪得到赦免，意思讲伊病就得到好啊。原来脱离上帝走较远远，打认罪悔改，转来主耶稣，转来上帝面前，互伊的罪得到头放。路加伫描写约翰是真勇敢伫传主的福音啊！伊讲有一个弥赛亚要来，有一个救主要来，这人真伟大，伊伫宣告，咱参像以赛亚先知所讲的预言中间一部分。但是讲这话有真简单无？罗马政府的皇帝就是王啊，罗马政府的皇帝就是神啊。你讲即摆有一个救世主要来，这王要来，你是往抬头的，你是可能抬头呢？因为只有王只有一位啊，就是罗马皇帝啊。你哪会当讲出另外一个王出现呢？约翰真勇敢来报扬主耶稣的灵教。约翰讲：“我是真弥赛亚，过来这王，这主耶稣基督比我更加伟大。”今年12月12号，有一个人叫魏德胜，这个导演，这是伊讲，我甲伊讲话过，咱这个魔术团甲伊讲话过，伊真谦卑，无一个架势，无说我是大导演呢。你少年教要邀请我来，嘿，伊无呢，伊真谦卑，是真谦卑，而且伊讲我是普通人，我是真正普通的一个人。但是咱知影，伊拍真侪好的电影，敢毋是咧？这个小导演要介绍一个大导演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咱生命中的大导演。约翰嘛是同款啊，伊讲我只是一个小的导演，我要甲你介绍更较好伟大的人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约翰诚做一个主的先锋，诚做一个传福音的管道。今年我相信咱的报道会、圣诞的福音大会中间，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要邀请别人介绍生命中上好的导演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不然魏德胜来变成魏德胜，没有得胜了，没得胜啊！那咱来演出，我上艰苦就是大概开这个福音报道会时，拢是基督徒来，所以改做培灵会啊。真正魏德胜，我相信咱每一个人邀请这无信主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，咱要诚做，咱亲像先锋同款，咱要诚做约翰同款，甲人分享主耶稣是你生命中的导演，主耶稣是你的主宰。咱是一个管道，咱要邀请更较侪人来领受主耶稣的恩典。毋知你有这意愿无？你讲牧师啊，我无啥物传福音的文书，但是传福音不只是文书的问题，真侪人有真好的文书，但是更较重要，你要知影一个代志。咱参像连家阮医生所讲的，伊讲咱只做一个福音的管道尔定，重点毋是伫你，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咱只是一个去诚做一个管道，会当人来宣扬主耶稣基督。伊讲若传福音你无信心，若传福音你无气力，你就要祈祷求信心充满你。人讲信心充满，好像新酒浇灌同款，甲咧啉烧酒同款。但是啉烧酒是壮大，有即款的气力会当传福音。是种人讲借酒壮胆。但是咱毋是借酒壮胆，咱求信心充满，互咱有这气力，甲别人分享主耶稣恩典。当伊咧这是大学的时阵，伊讲我的小组内底拢无啥物查甫的，伊讲咱来去传福音。伊组织这信主的兄弟姊妹做伙跪伫上帝面前，迫切祈祷，伫遐方言祈祷，伫遐敬拜，而遐来。迫切祈祷是因互信心充满，因着到伫逐所在，真奇怪，到去病院
走去学校内底，当遐人围伫这无信主的、这无伫人个中间，伫遐唱诗歌、为祈祷时，这人拢流目屎。毋是即群少年人有困难，是信心甲因同在。当咱要诚做一个传福音的管道了后，咱要互上帝使用，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。咱参像约翰所讲的，过来这主耶稣要用火信心甲你洗礼，你还领受信心的洗礼。信心咱参像火同款，信心充满，互咱有困难，互咱会当互上帝来使用。毋是我靠你的理性，毋是我靠你的智慧，领受信心的火，充满咱的生命中间。经历到真正的悔改，翻转咱的生命，更新咱的生命，为主来做见证。咱做伙来同心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有济济无合主你心意的代志。主你拢知，求你信心充满伫咱兄弟姊妹生命中间。互咱的生命会当真正改变，互咱伫人际关系中间会当改变，互咱在这一切事业中间会当领受上帝你的真理。当这无信主的人看到阮的生命，就知影阮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。当阮拍开阮的心门，求你信心洗清阮一切罪过，将阮的心思意念放伫主耶稣的手。求你清去阮的心，帮助阮的生命会当下主你来使用。主，愿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